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最愛出行 My Favourite Trip 嘅頻道，我係小明啊。咁今次又揾埋婷婷上嚟深圳咧揼個靚骨。咁喺國貿站咧揾到一間好有特色嘅按摩店。咁喺大眾點評嗰度咧見到佢哋標榜咧全場嘅技師咁都會係旗袍上陣，都幾勾起我嘅興趣。詳細地址路線點樣去呢？咁我片尾會介紹噶啦。咁鋪頭嘅名字叫做 Time Spa 泰式按摩啊。鋪頭喺國際商業大廈東座樓上，咁直頭喺金光華廣場對面嘅啫，非常之易揾。咁佢哋嘅鋪面雖然唔係好大啫，咁但係啲格局都好企理，有傳統泰式按摩店嘅風格。我台頭擺咗各款精油啦，仲擺有糖果零食招呼我哋。過嚟揼嗰時咧，近住中秋仲有月餅食添啊！咁精油方面有成6款香味可以揀。轉頭其實我同婷婷都想做個推油 SPA 嘅，都可以提早喺度聞一聞，揀定自己心水嗰款精油。我睇嚟婷婷對呢個玫瑰味情有獨鍾喎。咁望下佢哋啲項目先啦。咁呢度啲項目啊，時間同價格都好清晰嘅，最緊要係全場免簽小費。咁多項目，不如揾下佢哋嘅店長琪琪咧介紹一下。譬如我想推油嘅話，應該揀邊款呢？我們家的項目呢還比較多，都是全包的，免小費的喲。像我們家第5個，它是一個258 90分鐘，全身精油推油之後有做到一個骨法拉伸，骨法拉伸它是得到一個很好的舒展的，很舒服的。像我們第6個，這個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項目，它是2位技師給您做服務，60分鐘298。像第7個項目，全人推有帶一個臀苗，一般這個項目特別的喜好男士的。這個項目呢，它有做到一個臀部屁屁這一塊，針對一些久坐辦公室的人群啊，腰肌比較勞損的呀，我們都是非常推薦的。像技師他纖細的雙手啊，幫你推一下臀部的經絡是很舒服的喲。像第8個，有一些顧客他比較濕氣比較重的呀，我們比較推薦這個喜馬拉雅石，它是一個100分鐘288，它排濕氣的效果是相當好的。哦，都抵喎，又唔使小費，跟住咧又個時間上有幾多下喎。好，咁我揀下先。我店長琪琪介紹嘅呢幾款推油 SPA 項目啦，各有特色，亦都係佢哋鋪頭咧較受客人歡迎嘅項目。咁我聽完介紹之後咧，我同婷婷都揀好咗噶啦，有咗決定啊！都有師傅幫我哋準備定房間，我都入去睇下佢哋啲房間格局先。咁都有單人同埋雙人房嘅，咁房間環境整體都乾淨衛生，閂埋門咧私隱度都幾高。咁床身方面都算幾闊噶，都鋪晒一次性嘅枕頭巾啦，同埋床單，環境保持得乾淨企理啊。房間仲有陣陣嘅香薰味道，令到客人嘅神經同埋心情咧入到房嗰刻已經得到放鬆啊。做所有 SPA 項目之前咧，原來仲有個步驟啊。每個項目咧做之前咧都會有5分鐘嘅泡腳嘅。咁另外佢哋仲會幫你洗腳啦，同埋用浴鹽搓腳添啊，招呼真係唔話得。咁我平時又做開啲文職工作啦，同埋有時又剪下片啊咁樣，咁係坐得比較多嘅，所以我係揀咗呢個全身精油 SPA 再加臀療嘅套餐，會着重咧腰同埋臀部嘅放鬆。同埋咦，啲師傅真係着晒旗袍上陣嘅喎。咁啊，雖然唔知件旗袍啱唔啱大家心水啦，係咪大家想象嗰種啦？咁啊，我趴喺度乜都睇唔到啦，咁啊着重手法居多嘅，唔係講笑，啲師傅手法非常之純熟，我按啲力度係好夠嘅。咁呢班小姐姐咧戴咗口罩，唔係好肯出鏡啦。咁但係我知道佢哋鋪頭嘅師傅都係偏後生嘅，後生得嚟咧又按得好啦，咁唔係話太易撞到嘅啫。一般按摩我都好中意推油嘅，咁因為可以咁順住啊推到我啲肌肉啦，同埋筋絡啊。咁啊，師傅力度真係有翻咁上下噶，我推下推下，連我啲沙都推到出嚟。咁啊，睇嚟我啲濕氣都幾重啊，我間接刮埋沙添啊。咁啊，全身按壓晒之後就做我哋嘅臀療啦。我出鏡啊，梗係要着翻條褲仔啦，可以好似我咁樣隔住褲按壓嘅。咁原來集中咁樣按臀部咧都幾舒服噶。咁好似好多辦公室嘅人群啦，或者司機啦，經常都久坐不起，咁啊臀部嘅肌肉咧好緊繃啊，咁就可以做下呢個臀療啦，釋放下壓力，亦都可以拉低少少條褲，咁師傅可以用精油咧幫你推鬆啲筋絡。咁啊當然就唔好諗歪咁啊，呢度係正經按摩嚟嘅，鋪頭唔會提供其他特別服務，所以都好歡迎男女賓過嚟按摩放鬆。咁我呢個套餐最後做個熱敷眼睛嘅步驟，會幫我舒緩埋個頭部。去到呢步咧，真係全身都鬆晒，幾乎瞓着咁滯。
咁呢個套餐我都覺得幾抵按嘅，唔使簽小費，3嚿水都唔使，最緊要真係放鬆到啊嘛。咦係喎，婷婷呢？佢喺隔離房喎，唔知佢按成點呢？咁我知道佢揀咗第2個項目嘅，就係香薰全身精油按摩再加古法拉伸啊。咁拉伸呢，就係泰式按摩嘅一啲環節嚟嘅。咁佢呢個套餐呢，依然有一個全新嘅推油啦。咁精油可以揀翻頭先自己中意嘅味道。咁照睇佢呢個套餐嘅特色咧，除咗推油之外咧，亦都係滲入咗半拍嘅泰式按摩啊！有啲朋友咧身體係比較僵硬少少啊，按摩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揀翻泰式嘅按摩，咁睇佢力度會大少少啦。咁呢度啲師傅咧力度大細都調校到嘅。呢啲動作真係泰式按摩嚟嘅，包含咗唔少咧按壓同埋拉伸嘅大動作。咦，哇！婷婷條腰都幾柔軟喎，唔阻你先轉頭咧，按完再問下你有咩感覺。我真係好舒服，勁推介咯！佢嗰個拉伸咧係唔似人哋拉得好痛嗰啲咧，好似同我喺度做運動慢慢拉鬆嗰啲筋咁。我第一次試過咁喎，所以我勁推介佢嗰個拉伸，超舒服。咁正，咁下次我都要試下啦。咁按完之後咧，呢度仲有糕點同埋糖水供應。因為咧紅棗雪耳糖水啊，夠晒滋潤。我按完有啲肚餓咧，仲可以食埋佢嘅小蛋糕。我整體嚟講呢間 Time Spa 咧環境都幾舒適嘅。我仲有佢哋價格透明啦，免簽小費之餘咧，仲要係不設充值嘅模式啊！即係每次上嚟咧都係一個獨立嘅消費，冇任何嘅束縛啦，亦都係冇辦卡嗰啲壓力。上到嚟即管放鬆心情，享受按摩就 OK 啦。咁再教埋大家點樣過嚟咯。首先嚟到國貿站 E 出口，咁向後行轉右咧就嚟到呢個國際商業大廈東座，即係廣信酒店嘅側邊，其實亦都係金光華廣場嘅對面。我入咗 lift 之後撳18字樓，咁我嚟到10806室，就係今日介紹嘅呢間 Time Spa 泰式按摩。大家都係加佢哋鋪頭嘅微信，咁上嚟之前最好提早預約。因為上嚟咧，目測佢哋客人都幾多嘅，我預約咗咧就唔會摸門釘啦。我中意今集影片介紹嘅朋友，記得幫我點讚分享。下集嘅好店介紹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